迎回来。宵夜时间，不少人喜欢吃零食，还有糖果、饮料和饼干等等。不过，大家知道零食的台语要怎么说吗？看新闻学台语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看专业的台语老师怎么说。杂货店内琳琅满目的零食、糖果、饼干、饮料，各式各样，五花八门。小朋友常常把零食当饭吃，不少大人也喜欢偶尔来个零食解馋。糖果台语我们说是藤啊，饼干说是边啊，那零食的台语又该怎么说呢？雷西，雷西，去藤咪啊。零的台语到底是什么？我把两个并在一起就好了。零食不可能吧？我不知道哎。那你听过细修啊吗？哦，对啊，想一下，对，就这个细修啊，细修啊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没错，零食的台语其中一个说法就叫做细修啊。那么为何叫细修啊？这是啊吼，因为以前啊吼，咱迄个年节时有一寡迄个饼鸭仔、糖鸭仔吼，迄年节鸭仔，吼，迄内底吼大部分拢是分做四格。细修啊吼，拢较细项，伊较幼秀，哇吼，伊毋是迄种食粗饱的，所以吼，你个喙食物啊吼，就是较细项啊，但是啊吼，幼秀。在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典里头，除了细修啊，还有点心、胆散跟米家的说法。毋是正当的，咱其实拢会当包括细修啊内底，包括讲吼，咱即摆食迄个盐酥鸡啦、鸡排啦、甜不辣啦、蚵仔，其实迄嘛拢会当算是某一种形式的现代细修啊。而台湾早期制作的一些糕饼作为祭祀用品，上头通常会印上一些代表吉祥或是长寿的图案。祭典结束，这些格啊也成为早期农村孩童们难得珍贵